已经明白，因转去的时，囡仔耶稣要住伫耶路撒冷，伊的父母毋知，拍算伊伫当命的人的中间，行一日的路程，才伫亲情甲三百个人的中间找伊，找无着，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伊。46节，3日后，找着伊伫第二，坐伫遐的先师的中间，也在听，也在问，听伊的人拢奇怪伊的长命甲伊的应答。48节，父母看见伊就讲囝，伊的老母对伊讲：囝啊，你啥事安尼款待我？你看，你会袂甲我伤心找你？伊甲因讲：啥事找我？囝毋知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厝嘛？因袂晓得，伊所甲因讲的话语。51节，耶稣就甲因落去，到拿撒勒来亲顺因。伊的老母将遮的话拢记伫心里。52节，耶稣的智慧甲灵魂哪加添，上帝甲人哪疼伊。路加福音2章41节到52节。每年到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当他12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，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，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。他的父母并不知道，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，就在亲族和守序的人中找他。既找不着，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。过了3天，就遇见他在店里，坐在教师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凡听见他的，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他父母看见，就很稀奇他。他母亲对他说：“我儿，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哪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为什么找我呢？你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他所说的这话，他们不明白。他就从他们下去，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。